接得好係因為有人願意傳球，傳得靚係因為佢哋冇放棄過目標。懲教署成立首支更生足球隊，旨在為曾犯事嘅青少年由圍牆內到重返社會提供持續嘅更生計劃，並善用足球強調嘅紀律、堅毅同埋團隊合作嘅特性，幫助青少年重建正向嘅生活習慣同埋價值觀，喺人生嘅賽道上重新出發。嚟緊嘅6月28號，佢哋將會參加一場更生同行足球邀請賽，到時就可以展現努力訓練嘅成果，踢出一場精彩嘅比賽，俾支持佢哋嘅家人同埋社會各界一齊見證佢哋改過自身嘅決心。